傳說中嘅蒙面超人終於都出現，佢就係 W 啦！就等我哋一齊去探討一下 W 嘅秘密啦！ W 係第一位由2個人變身而成嘅蒙面超人。喺故事入邊，佢哋嘅職業係偵探，專門負責調查一啲神秘嘅事件。當情況危急，佢哋就會帶上變身腰帶，然後將2種地球記憶體插入腰帶，藉住地球記憶體嘅力量，2合為一，成為傳說中嘅戰士——蒙面超人 W。地球記憶體力量強大，使出埋必殺絕招，任何敵人都冇有怕。W 仲可以更換地球記憶體去發揮唔同嘅力量添。幻影記憶體可以令身體變得柔軟，換上代表火焰嘅熱火記憶體，發揮火嘅力量，令到戰鬥力進一步上升。熱火嘅一擊，冇人可以抵擋。代表堅硬同力量嘅鋼鐵記憶體，令到 W 嘅防禦力大大提升。仲有專用嘅武器鋼鐵長棍，配合熱火記憶體一齊使用，好厲害啊！槍擊記憶體專用武器神槍麥林，百發百中。蝙蝠相機同各種電話都係 W 嘅好幫手。喺平時佢哋會化身成為道具，必要時佢哋都會變成動物形態去協助戰鬥。當敵人嘅力量過於強大嘅時候，獠牙記憶體就會出現，借助佢嘅力量變身成為擁有恐龍力量嘅獠牙王牌形態。獠牙王牌形態最擅長嘅就係埋身肉搏，按動獠牙記憶體嘅角，使出獠牙嘅力量。故事中期會有另一位使用地球記憶體嘅戰士出現，佢就係警騎啦。警騎嘅武器就係動力長劍，只要裝上動力記憶體，就可以將任何敵人打敗。當蒙面超人將特警騎記憶體插喺變身腰帶嘅時候，拉動手掣，佢就會變身成為戰鬥力更強嘅特警騎。特警騎嘅速度驚人，可以極短時間內擊倒任何敵人。故事後期，當 W 進行最後戰鬥嘅時候，終極 W 記憶體就會出現，並且變身成為最強形態——終極 W。終極 W 劍盾武裝係佢嘅專用武器，仲可以插入4個地球記憶體，集合佢哋嘅力量。到底佢嘅威力有幾勁呢？大家就要記住，由7月中開始，逢星期六早上11:55，留意無線電視翡翠台啦。相信大家睇完咁精彩嘅片段之後，都一定覺得唔夠。W 之所以有咁強勁嘅實力，全因為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裝備。就等我哋介紹一下 W 嘅玩具系列啦。蒙面超人 W 嘅靈魂，當然就係 W 變身腰帶同埋地球記憶體啦。變身腰帶嘅設計非常科幻，造型醒目。W 變身腰帶包括有4款地球記憶體，分別係王牌、旋風、熱火同埋幻影。每款地球記憶體都有代表嘅屬性。插入唔同嘅地球記憶體，都會發出代表屬性嘅聲音。當記憶體發出等待嘅聲音，打開腰帶，立刻變身。仲可以更換其他嘅記憶體，產生唔同嘅組合。鋼鐵長棍係 W 嘅其中一款武器，佢係蒙面超人武器系列當中最長嘅一款，仲可以前後伸長，插入附送嘅鋼鐵記憶體，發出絕招嘅聲效。近距離作戰有鋼鐵長棍，
遠距離作戰有神槍麥林。神槍麥林設計輕巧，按下扳機就可以發出射擊聲效。插入附送嘅槍擊記憶體，再變成精密射擊模式，按下扳機就可以發出絕招聲效。呢隻恐龍就係獠牙記憶體啦。佢平時係以恐龍嘅形態出現，變成記憶體形態就可以插喺 W 變身腰帶度。睇下佢幾有氣勢！按動恐龍頭角嘅次數，就可以發出唔同嘅聲音。電單車係蒙面超人嘅其中一個象徵，仲係佢專用嘅交通工具。呢個就係 W 嘅渦輪戰車基地啦。睇下佢嘅體型幾大，氣勢係幾咁強勁。打開戰車入邊，仲有 W 專用嘅電單車添。只要轉動大型渦輪，就可以幫電單車換上唔同嘅裝備㗎啦！大家點可以錯過呢？警騎就係用變身腰帶同埋記憶體變身㗎啦，佢係仿照電單車手掣設計嘅。只要將記憶體插入變身腰帶上，之後扭一下手柄，就會發出變身嘅聲效。拉動手掣，再扭一下變身腰帶上嘅手柄，更可以發出絕招嘅聲音。動力長劍係警騎嘅專用武器，附送有一支動力記憶體。只要插入動力記憶體，按下扳機就可以發出強勁聲效。W 嘅玩具又點止咁少啊？仲有記憶體工具、合體公仔同埋軟膠公仔系列、TV 對戰卡機同埋對戰卡。大家快啲去各大百貨公司同埋玩具店買晒佢哋返屋企啦！